你寄予我一封信，遐尼诚意，遐尼关心，一字一句表明着你真情，叫我怎样来回心？请原谅，请原谅，我的心情。我是落魄的人，我是伤心的人，请你了解我的心情。我要踏着你来同情，我要踏着你来同情。你寄予我一封信，予我勇气，予我真心，一字一句充满着友情，深深感动我的心。请原谅，请原谅，过去过情，你是我温情的人，你是我尊敬的人，感谢对我这么关心，予我恢复我的信心，予我恢复。